鄉雅居樂呢邊嘅別墅咧，非常之多人中意。今日分享呢一間咧，佢有個獨特位置，因為咧佢係單邊位置，周圍呢邊可以見到咧停車係非常之方便嘅。而且呢個別墅咧都係全新裝修嘅，一棟3層，我哋一齊入嚟欣賞一下。可以見到呢邊係佢一個花園嘅位置，葉子花園呢度咧都係抬高咗呢個階級嘅哦。咁呢邊可以作為一個茶室啦、休閒區使用嘅。入到嚟就係佢呢個客廳啦，擴建咗出嚟之後呢，佢個空間都係非常之舒服，5米幾嘅一個開間嘅客廳。隔離呢係有我哋一個長者房啦，而且擁有嘅係一個套間嘅設計哦。咁再睇翻呢邊係一個餐廳位置，佢唔係好大，擺咗張4人位嘅餐台哦。咁呢度呢就係一個公共洗手間啦。咁佢隔離就係我哋嘅一個廚房，所見到嘅呢一邊呢，全部都係改造出嚟嘅，利用咗側花園嘅位置哦。咁我哋再上翻上邊個空間睇下。依家嚟到咗2樓個空間，2樓咧係有2間客房嘅，每間房床衣櫃咧通通安排到位啦。呢度咧係一個公區嘅洗手間哦，咁佢嘅使用空間咧都係非常之大嘅哦。2樓，我哋跟住鏡頭嘅話上邊睇下啦，就係主人房套間嘅一個專屬空間啦。咁佢唔係好大哦，大概咧就有18個平方嘅，有一個衣帽間啦，同埋一個獨特嘅洗手間嘅，而且咧佢仲送咗一個平台哦。咁呢個平台咧，大約咧就係10個平方度，因為佢係單邊位置，所以佢個景觀嘅話望出去都係特別開闊嘅喎哦。咁呢個別墅我哋就已經睇用啦，建築面積103方，實用面積高達160方，呢個全新裝修嘅別墅，業主開價咧係198萬嘅。想了解呢個別墅更多信息咧，歡迎評論區同小林講啦。